Yo，我係啤哥，今日嚟到啟德啊睇花車展覽，因為之前新年都冇睇到花車啊，咁我哋 let's go 啊！呢架第一架應該係體育園嗰個花車，上面有個人喺度玩緊籃球啊，下邊都剩得幾錢，執咗好似幾好喎。我夜晚會有燈添喎，嗰啲燈嚟嘅喎。好，哇！另外呢架麥當勞花車喎，好似有漢堡神偷喎，有小飛飛喎，50年啦麥當勞。哇！麥當勞啊，漢堡神偷。隔離呢個優質旅遊服務協會嘅花車，應該係賣廣告啊，點會有嗰啲牌子喺度啊？上面就係嗰啲蓮花啦，係。喺呢一格咧，國泰80年，佢有飛機上面有2格喎，前後1格。都仔細啊，做得。好啦，行去體育園主場館嗰邊咧，而家就係迪士尼啊！呢家本身都冇睇花車，而家睇翻，我上面有啲燈喎。米妮、米奇、金色喎，十成啊！好，我哋再去。行到主場館隔離啦，呢度有3格。呢格就係澳門旅遊局大三巴啦。另外，澳門博物館都有個熒幕介紹澳門啦，應該。佢個吉祥物唔知係咪？嗰隻係咩嚟嘅？大家留言話我知嗰隻係咩嚟，唔知。好，另外後邊啦，呢個係咩啊？香港旅遊局，都係香港單車節應騎馬啦。哇，馬連為主喎，全部馬嚟嘅喎。跑馬啦，好，呢度啦，你好中國，呢個係咪亞洲旅遊交流中心嗰啲㗎？都係介紹返內地啲景點，都係馬嚟嘅，有熊貓添。勁啊！喺個主場館側邊，哇！呢度有個金槍60啊，喺個場館側邊喺嗰邊行過嚟。咁有啲攤位玩啦。今日咁多啦，即係花車原來就係展出8格嘅啫。咁展期好似去到28號嘅，大家有興趣得閒過嚟啟德行下。咁如果中意我條片咧 ，like 啦 ，subscribe 啦。撳着個啷啷啦，咁有新片到時又睇到。好，拜拜。